燈分夢醒，曲製茶瓶，猜分玉碎，想信身歸幽冥，帝後遺骸誰願領？碧血跡方徑。情難影，不結從逢，緣何賣舊聲啊？夫妻斷了情，哀怨樣已定。烽煙已靜，我偷偷相思佢未通，真情令我驚。論理佢應該要把夫婿認復合罷了，偷暗中玩具輕輕。費妮公主。我叫喚公主咯。哦，咁公主係施主你何人？公主係我妻房咯。嚇，施主你叫喚妻房，應該在家中叫，房中叫啊，何解會叫到嚟發夢清靜地嘅呢？歡迎晴晴。你睇佢真係咁忍心，真係唔肯認我。試問誰無骨肉之親，誰無父女之情呢？等我講下先帝崇禎嘅慘事。若果佢喊呢，就肯定係公主啦。好，等我試下佢至得。我放向前朝迎，
送征茶破北傾，你可有為佢尋痛尋痛孝經，令台裏彈鼓情，月照全台正，一堆蠟燭也冇人復經啊！師傅，乜你喊啊？啊，唔通你就係公主？施主，你錯啦！皇帝係為我哋而死嘅，試問我哋又點可以唔喊呢？深宮裏有朵帝女花，佢嘅慘處你可在元世聽。歡迎東方明珠。好久不見啦，係啊，好耐唔見啦。OK，暗魚相迎，唱到呢度。